窗口冷氣機清洗指南，專業高效透明報價，冷氣通即日上門服務。隨着香港夏季炎熱日子越來越長，窗口冷氣機成為家居、辦公室甚至商不可或缺的重要家電。不過你知道嗎？如果冷氣機長期未清洗，不但冷氣唔夠凍，更會吹出霉味，影響健康與空氣質素。冷氣通提供全面的冷氣服務，包括清洗窗口冷氣機、風喉式冷氣機、冷氣保養與安裝維修。我們的宗旨是專業高效，即日上門，明碼實價，無附加收費。為什麼需要定期清洗窗口冷氣機？冷得更快更慳電。定期清洗散熱刺片與爐網，提升效能，減少電費，杜絕霉味細菌，避免積塵和濕氣滋生細菌，保持室內空氣清新，延長冷氣壽命，避免風扇、排水系統因堵塞而損壞，避免冷氣的水、排水管堵塞或刺片積塵都可能令冷氣的水。冷氣通的專業服務項目包括窗口冷氣機清洗、風喉式冷氣機又叫風喉冷氣清洗與維修、分體冷氣清洗、消毒與檢查、新冷氣安裝與舊機拆除、冷氣保養、風速檢測、漏水處理。即日全港上門服務，常見下方服務地區。自行清洗窗口冷氣的實用技巧：一、關掉電源，安全最重要，清潔前務必拔掉電源。二、拆出爐網，用清水洗爐網，晾乾後裝回。三、清潔散熱刺片，可用軟毛搓或專用噴霧清潔濾刺片。四、檢查排水系統，確保排水通暢，避免滴水。五、每半年由專業技師進行深層清潔一次，保持最佳狀態。常見問題 FAQ。 Q1 清洗一部窗口冷氣機要幾多時間？ A1 通常約45分鐘至1小時，視乎機款與污垢情況。Q2 清洗費用幾多？ A2 冷氣通提供透明報價，收費清晰，絕不加價。Q3 風喉冷氣機係咩？ A3 風喉式冷氣透過風管輸送冷風，適合寫字樓、店鋪、大型空間等。Q4 風喉冷氣機要清洗嗎？ A4 絕對要，積塵會影響送風，加劇異味，並可能堵塞風喉。Q5 你哋會唔會幫我檢查風喉冷氣？ A5 當然會，我哋有專業師傅專責檢查與保養風喉冷氣機。清洗流程圖，接收查詢，即日安排上門。檢查冷氣及報價，清洗處理，完成與保養建議。服務地區遍全港，冷氣通的服務地點包括九龍丘、吊景嶺、油塘、藍田、觀塘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彩虹、鑽石山、黃大仙、樂富、九龍塘、石硤尾、太子、旺角、油麻地、何文田、黃埔、尖沙咀、佐敦、南昌、美孚、長沙灣、深水埗等。港島歐、堅尼地城、香港大學、西營盤、上環、中環、金鐘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炮台山、北角、鰂魚涌、太古、西灣河、筲箕灣、杏花、柴灣等。新界優、荃灣、葵芳、葵興、大窩口、青衣、屯門、天水圍、元朗、沙田、大圍、馬鞍山、火炭、第一城、鑽石山、東涌、欣澳、迪士尼、羅湖、落馬洲等。即時預約冷氣通專業團隊，確保你的窗口冷氣機長久高效運作。